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战友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个我们这个年纪最不愿面对，却又天天在发生的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从沙发上要站起来的时候，手必须撑着扶手，嘴里还不由自主地发出嘿咻一声；或是去菜市场买菜，明明路不远，心里却老是担心万一脚软绊倒怎么办？爬个几层楼梯，心脏就像要跳出来一样，腿酸得要命。很多人会跟你说，哎呀，老了就是这样了，机器用久了都会损坏，甚至连有些晚辈或医师也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你，这是自然的衰老。但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。在过去2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亲眼见过许多70、80岁的老人家，他们的脚力依然健壮，走路生风，甚至还能跟孙子一起去爬山。这证明了一件事，老化病不等于失能，肌肉是可以找回来的。这背后的关键不是叫你天天去健身房举重，而是藏在一种极其微小却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植物能量里，那就是种子蛋白。这种来自大地的力量比红肉更温和，却比鸡蛋更有效。在此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您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现在是否正专心地看着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今天我会大方分享6种能拯救你肌肉的超级种子，尤其是排名第3的那一种，它被誉为自然界的天然补剂，对我们老人家来说简直是救命草。请一定要耐心地听到最后，因为你的身体值得这份改变。只要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肌肉就不会背叛年龄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找回力量，请在评论区打个1，让我们一起开始这趟重拾活力的旅程。为什么我们吃得不少肌肉却还是像漏沙一样慢慢流失呢？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想象你的身体是一台老牌的发动机，而肌肉就是这台发动机的引擎。年轻时引擎运作效率高，给点油就能跑，但过了60岁，这台发动机老就了，吸收营养的能力下降。我们的血液就像是运载燃料的卡车，而血管就是道路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道路可能变得拥堵，卡车也变得没力气，导致燃料、营养没办法顺利送到引擎、肌肉里。这在医学上称为肌少症。很多长辈跟我说，医师，我有吃鸡蛋、吃肉为什么还是没力？这就是关键所在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对蛋白质的信号接收器变得迟钝了，专业术语叫白氨酸 leucine 信号减弱。简单来说，你吃进去的肉，身体不知道要把它转化成肌肉，反而可能因为消化不良造成负担，或是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，让血管这条道路更堵塞。此外，我们身体里负责修复肌肉的矿物质，像是镁和锌，流失得非常快。如果你缺乏这些微量元素，就算吃再多牛肉，也补不到肌肉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越吃越瘦，越吃越虚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增加负担，而是给身体正确的指令。我们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，而是需要寻找那些分子小、好吸收且自带修复功能的蛋白质。种子蛋白之所以神奇，是因为它们不仅提供原料，还自带开关，能重启身体合成肌肉的本能。如果你听完这些，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如我所说，
那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听仔细了。提到葵瓜子，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过年过节嗑的零食，甚至觉得它油脂多，会上火。但在营养学的角度，它简直是我们肌肉的护航员。葵瓜子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含量非常惊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含有极高浓度的维生素 E。你可以把维生素 E 想象成一面防护盾牌，它能保护我们的肌肉细胞不被自由基攻击。老人家容易感到腿部肌肉酸痛或无力，往往是因为肌肉在氧化。除了维生素 E， 葵瓜子还富含精氨酸，这种物智能扩张血管，让内部运燃料的卡车能更顺畅地行驶在血管道路上，把营养送达。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台中有一位72岁的林奶奶，她原本下公车都很吃力，握力也变得很差。我建议她每天下午吃1小把无调味的葵瓜子，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。为什么要配维生素 C？ 因为这能让盾牌的功能加倍。林奶奶照做后，大约3个月，她告诉我，她现在站起来不需要撑扶手了，握力测试也进步了不少。这就是正确食物的力量。使用建议很简单，请选择无盐低温烘焙的葵瓜子，或者是先将生葵瓜子浸泡过，以去除抗营养因子。我建议在每天散步或简单运动后，当作小点心食用。这样一来，刚刚运动完的肌肉就能立刻得到维生素 E 的保护与精氨酸的补给。别再把它只当成零食了，它是你双腿力量的守护者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2位，是我们厨房里的熟面孔，但你可能一直都用错了方法。第5名是芝麻，第4名则是亚麻仁。我们先说芝麻，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，芝麻里含有一种关键的甲硫氨酸，这是合成肌肉纤维必不可少的氨基酸。更棒的是，芝麻能温和地调节身体的荷尔蒙环境。我常说，肌肉的生长需要良好的土壤，而平衡的荷尔蒙就是那片土壤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吃黑芝麻酱 tahini， 因为研磨后的芝麻营养分子更小，对于我们已经退化的肠胃来说，吸收效率提升了数倍。再来是亚麻仁，这是我心目中的抗发炎之王，它富含植物性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很多长辈肌肉长不出来，是因为体内有慢性发炎在搞破坏。亚麻仁能改善胰岛素阻抗，让血糖更平稳地进入肌肉细胞，转化为能量。但请记住一个铁律，亚麻仁一定要磨碎吃，整颗吃进去，身体是无法吸收的。在高雄有一位68岁的陈大哥，他长年睡眠不好，肌肉萎缩得很明显。我教他一个独门配方，晚餐后将1汤匙磨碎的亚麻仁和1勺芝麻酱拌入豆浆或优格中。这不仅帮助他改善了失眠，因为充足的睡眠是肌肉修复的黄金期，亚麻仁的 Omega-3 让他在睡梦中也能修复受损的组织。陈大哥坚持了半年，原本前瘪的小腿肉竟然变得结实了。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沈默修复，不用大鱼大肉，只要在对的时间，先身体对的燃料。这对双子星组合，一个富则提供建材，一个富则清理道路上的盐蒸杂物，搭配起来效果加倍。请一定要尝试看看，让你的身体在静谧的夜晚悄悄地找回曾经的力量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最重要的环节。还记得我在影片开头提到的那个秘密武器吗？它就是第3名南瓜子，我称它为大自然的天然创意素 creatine。在运动科学中，
创意素是帮助运动员增加爆发力和肌肉质量的合法补剂，而南瓜子则是上天赐予我们长辈的天然礼物，它富含锌、镁以及极高品质的完全蛋白质。锌是合成男性与女性体内生长荷尔蒙的关键元素，而镁则是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指挥官。很多老人家半夜容易抽筋，其实就是缺镁的警讯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根据营养数据对比，南瓜子所含的氨基酸比例在某些维度上甚至优于鸡蛋，且它不含胆固醇，对心脏完全没负担。我认识一位80岁的老先生，他至今仍坚持每天步行5公里。他的养生秘诀就是口袋里随时放着一小包烘焙南瓜子。他告诉我，吃这个让他感觉脚底有根，走路不会轻飘飘的。那么该怎么吃最有效呢？我的建议是选择轻烘焙或低温处理的南瓜子，以保留其活性成分。你可以将南瓜子磨成粉，每天早上撒在稀饭或是燕麦粥里，大约2汤匙的量就足够了。什么我把南瓜子排得这么高？因为它解决了老人家最核心的问题——耐力与代谢。它让你的肌肉更有弹性，让你的神经系统更稳定。当你摄取了足够的锌和镁，你的身体就像被重新设定了时钟，开始重新学会如何利用蛋白质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生物化学的规律。如果你渴望找回那种脚踏实地的力量感，南瓜子绝对是你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。当我们迈入70岁甚至80岁，消化系统的衰退是不可避开的事实。这时候我们需要的蛋白质必须像液体一样好吸收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第2名的大麻籽 hemp seeds 和第1名的奇亚籽 champa seeds 放在最后。首先聊聊大麻籽，请放心，这是完全合法的营养食品。大麻籽含有极为罕见的麻仁球蛋白 eDestin， 这是一种与人类血液蛋白非常相似的蛋白质，身体几乎不需要费力就能100%吸收。对于肠胃虚弱、吃肉旧胀气的长辈来说，大麻籽就是最好的救星。它质地柔软，吃起来有淡淡的坚果香，完全不需要牙力。而第1名的奇亚籽，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水合作用。当奇亚籽遇水后，会产生一层胶状物质，这层胶智能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让蛋白质在肠道中停留更久，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慢慢点收这些营养。这就是为什么奇亚籽对老年人比对年轻人更有效，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缓释而非冲刺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1日强肌清单。早晨将1勺奇亚籽泡在水里，等它片成胶状后喝下。中午在汤里撒上1把大麻籽。这种吃法能确保你的肌肉一整天都在接收稳定的营养信号。这对组合不仅是蛋白质的来源，更是肠道的清道夫。当你发现排便顺畅了，气色变好了，肌肉自然也会跟着长出来。这不是繁琐的疗程，而是将健康的种子撒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中。只要掌握了这2种，吸取之神，即使是70岁后的身体，依然能拥有焕然一新的生命力。听完了这6种圣子的奇妙功效，你可能会想，医师，我需要一次吃全部吗？其实不需要。健康不是一蹴可几的竞赛，而是一种生活的选择。你可以从中挑选1到2种你最方便买到，也最喜欢的口味，开始尝试。我想对坐在荧幕前的每一位老朋友说，请不要放弃你的身体。虽然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了痕迹，但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的，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信号，
一个你愿意爱护他们、滋养他们的信号。肌肉从来不会因为年龄而背叛你，他们只会因为被遗忘而萎缩。只要给予正确的营养，哪怕是微小的种子，也能在你的体内长成支撑生命的大树。今天的分享是我累积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，真心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位渴望健康的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看到了一丝希望，请不要吝啬将这份希望分享给你的老伴、你的老友，或是你的通讯软体群组里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对我们持续制作深度内容是最大的支持。如果你愿意尝试从明天开始吃一点南瓜子或奇亚籽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或者分享你的进步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们不求长生不老，但求活得有尊严，走得有力量。谢谢大家耐心的陪伴，我们下一次健康分享再见。